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掃師傅時間啦。嗱，呢一系列嘅片咧，係針對翻一個咧整除性。好啦，咁如果咧大家覺得呢條片幫得到你哋嘅話咧，記得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每一位嘅朋友啦。嗱，之前咧有兩條片啦，分別介紹過咧就係整除性嘅定義啦，同埋有啲咩數可以俾2整除。而呢一條片咧就介紹翻有啲咩數可以俾5同埋10咧整除啦。呢條片咧介紹啲咩咧？就係睇有啲咩數啦可以俾3咧整除啦。咁咧大家睇到咧下邊咧呢一個咧1至100嘅數目字嘅表啦。咁咧我將咧能夠俾3整除嘅數咧係用咧綠色背景咧去顯示俾大家睇嘅。好啦，我哋先睇翻咧頭嗰10個咧可以俾3整除嘅數或者係3嘅倍數啦。嗱，我將佢睇成咧10位數字同埋個位數字。嗱，點解咁樣做咧？嗱，第一個數咧10位數字係冇啦，咁我當個0。個位數字係3啦，咁我將0加3咧係第3。嗱，第二個數啦，10位數字係冇嘅，個位數字係6啦。兩個數相加0加6等於6。嗱，如此類推啦。第三個數咧0加9啦，係等於9。嗱，去到12呢一個數啦，10位數字係1，個位數字係2，1加2等於3啦。睇15啦，1加5等於6啦。18又點呢？1加8等於9。嗱，去到21，2加1等於3。24啦，2加4等於6。第9個倍數係27啦，2加7等於9。嗱，第10個3嘅倍數咧係30。咁將10位數字、個位數字相加咧就係3加0等於3嘅。好啦，大家睇到啲咩咧？呢一啲數咧，將佢所有10位同個位數字加咗嘅時候咧，得出嚟咧都係咧3咧嘅倍數嚟嘅。嗱，睇睇咧個學習重點，凡係咧係可以俾3整除嘅數啦，將佢咧每一個位所有數字加埋嘅時候咧，個總和咧都一定係3嘅倍數嚟㗎。好啦，舉兩個例啊。嗱，先睇咧係2021，2加0加2再加1咧，計多係5。嗱，由於咧5咧唔係3嘅倍數啦，所以2021係唔可以咧俾3整除嘅。嗱，第二個例即係3582，3加5加8加2啦，係得18。由於18咧係3嘅倍數啦，所以咧3582呢個數咧係可以俾3咧整除嘅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